等一下我們會走到永樂市場，再走到大菜市。大菜市其實跟永樂市場的名稱一樣，有2個，算是鬧雙胞啦。好，大菜市我們在網絡上面都說西市場，但是呢，我們實際上在台南的人的嘴巴裡面聽到的，你一定聽到大菜市。那大菜市那個地方是做什麼的？大菜市又是日本時代市場，所以今天我們會看到的市場，60幾年的永樂市場，然後再來就是100多年的大菜市。提起國華街，許多人想到的是美食、人潮以及遊客排隊的熱鬧景象。然而，在這片熱鬧街區裡，永樂市場還保留着另一種生活風景。永樂市場其實比咱的年紀攏加足大啦吼。民國46年開始有永樂市場這個所在，伊是一個公告市集啊。其實隨用這塊地都市計劃就是市場用地啊，所以講伊慢慢的形成一個市場的形式啊，但是因為戰爭啊各方面因素，就搬來比較多的外省人來到這裡。1949撤退過來的軍隊的軍人退伍之後，或者是他們還在役的時候多出來的軍備品，比如說衣服，衣服每一年都發嘛，我去年的都還沒有用壞掉啊，或者是我節省一點就我拿去賣，還有賣一些舊貨，所以造就了它有一個名稱叫做查拉奇。慢慢它形成一個有規模的市場之後呢，那個時候其實他們也想要一個建築物空間的一個市場，所以他們有去集資啊，政府也有下過一番努力，才有你們現在看到的民國52年所形成的這一棟永樂市場。當這時是要去4樓嘛，所以樓頂樓骹攏是做市場的用途啊，但是因為市場可能咱的習慣較無適合去2樓買物件，買雞啊買啊，這足奇怪的2樓，用水嘛無方便，水唔知要流去倒，所以漸漸2樓的市場就凋零啦。但是這漸漸凋零的過程中，大家就為了不要再去外面買房子來花費，而且當時的大家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們就很多人就漸漸把它變成自己的住家。我10月就搬入來這棟大，1路攏大4、5個、6、7個、7、8個嘛有啊，一間小個間啊，爾倒過來啊。這邊比較大，這邊的坪數大概4坪半至5坪，那邊的坪數比較少，那邊的坪數大概就是3坪8至3坪半。幾乎都是家家有人。早上起來，你可以聽到收音機啊、聊天啊，然後做手工啊，然後罵小孩的聲音啊，對，樓上都有。有一些是市場的攤販，有的是先生去，有的是太太去，所以都會有一個人在家，在家就會門口大開，對，因為不大嘛。這邊跟隔壁都看得到啊，3、4戶這樣子坐門口聊天啊，順便切菜啊、洗菜啊，什麼都是在門口。對，然後到晚上，包括中午休息，躺着睡午覺也不關門的，因為大家都會很互相幫忙、幫助這樣子。像有誰上來要找誰，喊一聲“哦，你要找那個人啊”，他就自動帶過去了。或許很難想象。在台南熱鬧的市區裡，至今仍保留着這樣的居住空間，而這裡的生活方式也和一般住家很不一樣。沒便所，廁所是公共廁所，很多人都不習慣，因為你通常住家，它廁所是在屋裡面的，可是它這裡設定的主體是它是攤位，所以它的廁所都是在外面的，所以如果想要上廁所的人，以前家裡面會設馬桶，
然後早上再拿出來倒。對啊，像我已經習慣了，所以我還是半夜會出來上廁所。過去永樂市場2樓曾住着200多戶人家，然而隨着生活條件改善，不少住戶陸續搬離，原本擁擠熱鬧的走廊也漸漸安靜了下來。因為以前人多啊，這裡等到他們賺到錢都搬出去了，因為太擠了，真的太擠。那個房子太小了，才4坪，對。然後搬出去的人就沒有人再搬進來了啊，當然就人變少了，少很多，超多的，對。然後以前是熱鬧，因為是每家每戶住，現在不一樣，現在是文青店來開店。我哥哥原本在台北開咖啡廳，对，那也有想要再開2店。对，所以他就想說問我要不要一起，就是經營咖啡廳，然後剛好看到這個物件，對，然後我就來看，然後那時候晚上來就覺得，天哪，這是另一個感覺是另外一個時空的膠囊濃縮在這邊，對，很像以前的香港九龍城寨的那種風格，我就覺得好酷哦，所以就決定馬上就要住下來了。因為這個建築跟這個空間是很有故事性的，對，既然它可以吸引我們，那一定也可以吸引到其他的客人可以來到這邊，因為它就跟我一開始走上來一樣，對，我覺得，我好像走進了一個很陌生，然後走進人家家裡面，然後讓大家覺得是很好奇，然後很有新鮮感的。隨着店家進駐，永樂市場2樓開始出現在網絡與遊客的視線裡。原本少有人走上的空間，也漸漸有了不同的人潮。人們也開始重新認識這座老市場。密室咖啡真的是超厲害的。我的想法是，他們在這裡開得成嗎？對，他們能夠活下來嗎？因為真的啊，樓上之前的就是住家。沒有人會，應該這麼講。以前樓上有，不是這2樓，是3樓，因為3樓整個是空地。空地有一陣子，它有就是像我們現在的市集，對，上去擺攤，可是沒有成功，因為沒有遊客，也沒有人會上去逛，所以好像做不到1個禮拜，對，就收起來了。然後我就想說，怎麼會在2樓開文青店？因為真的很小。因為我們是永樂市場的2樓的第一間嘛，對。然後雖然一開始其實這邊的長輩不一定看好，對，就覺得怎麼會有小朋友跑來2樓這邊開店？這邊根本沒有人會上來，對。但是時間久了，他們也會看着你成長，很像看着自己的小孩在這邊成長一樣。除了密室咖啡，幾間風格各異的小店也錯落在永樂市場2樓的不同角落。住家、老空間與新店面彼此交織，不同時代的生活風景就這樣共存在這座市場的時空膠囊裡。從小到大，其實我覺得男生吧，就是說其實都會有一個，就是我想要打造自己秘密基地的那種感覺。無論說我們弄車庫也好啦，小時候用玩具去堆也好，其實就是會想要就打造一個自己的小小的一個空間之類的。水電也重簽啊，然後玻璃啊自己換啊，然後家具，甚至我們有些家具是自己手做的，雖然說它長得很醜，但是就堪用。然後有時候偶爾聽到客人在講說，一起做起来蠻舒服的時候，其實蠻爽的。那這邊的話，就是說我們盡可能的把賺錢融入在我們喜歡的這些元素也好、文化也好上面，然後我可以同時在一個我相对喜歡、我相对舒服的這個環境裡面繼續去賺到，就是我可以應付我日常生活的這些收入這樣子。因為你看，像全台灣目前，我有特別去注意這件事情。其實你要保留相對完整的這種建築集群，其實我目前真的找不到。說真的，我還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走上來這邊的感覺。我
我覺得說，神奇哦，這是什麼奇怪的世界？這已經不是我們日常可以看得到的一個樣貌。那我就覺得它其實它有點就是，它早期可能沒那麼紅，所以它剛好被躲掉，就是被大翻修那波浪潮去，所以變成說它其實是相对完整的保留了其實很久以前的這些種種的東西。充滿衝突感的場景，反而吸引不同的人走進這裡，而真正讓他們留下的，或許還有別的原因。其實我中間有想過，有幾次也想過說，還是就是我們換個地方，但覺得說換個地方，好像說真的，它的那個精髓其實就不見了。就是我們這邊的店家也好，我們的住戶也好，我們的鄰居也好，其實大家都各過各的，各自弄各自的事情，然後誰也不理誰，所以變成说就是這邊其實就是會長出一個就是相對特殊吧，我自己覺得就是說長出一個就是外面不會看到的地方，因為就像是每個人可能大部分都跟我一樣，就是因為我覺得這邊的自由度非常高，那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改裝這邊。那其實我們這邊的敢開在永樂市場2樓的，我相信大家的都有一定的個性或有一定的想法，然後各自長出各自的特色之後，加在一起才是永樂市場2樓。差很多，差很多。以前是認識的人超多，現在是假日的時候遊客超多。以前認識的人互相打招呼，現在遊客看到，這我都唔捌。我伫遮住50棟，我看就是一寡足前衛的年輕人的物件，到這站啊，徛街會愈來愈無去，做生意人愈來愈多，而且攏少年人，或許這個永樂市場會有一天會真的改變，也不一定啊。以前的時候，2樓是不會有遊客上來的。遊客都是樓下，因為樓下是吃的，樓上都是住家，所以大概只有1-2個走錯了，不然沒有人會特地到樓上來。對，然後現在不一樣，現在是有文青來開店，然後遊客會特地到2樓來，然後不止遊客，他還會拉很多年輕人上來。對啊，外國遊客也超多的。哪裡好？有人搬離，也有人走進。原本屬於住戶的生活空間，開始多了店家與遊客的身影。新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完全取代原來的日常，而是在彼此保有距離的同時，也慢慢有了新的連結。我們其實來的時候，我們一直在裝潢。就是一開始前期的時候，我們自己在裝潢啊，其實就是避囊避塞啦，就是說真的3不5時還是會跟他們就很多接觸。那他們就說，今天又要施工哦，今天又哪邊壞掉？他們其實就是說會問一下。然後有時候就是說，可能因為我們這邊在2樓相對比較難找，那其實有時候我們有些客人在樓下徘徊的時候，他們會說你要找哪一間？你要找酒吧啊，樓上這樣子。他們其實有點像是這邊的，對我來講有點像 NPC 啦。因為大家都愛生活嘛。按做因的生意，咱徛街的人啊，所以講，每生活個人不同啊，大家攏無愛生活，無生活是免怎生存。咱遮做生意，咱也報講安怎行安怎行。這咱做會到的，我都會講，無我帶你來，我行兩萬，我攏講你家先行，我對配合。其實遮做者獨居的，伊佫會當日本話。所以有時因為這其實你有自進嘛，就歹找着，對。所以伊有時若碰到台灣的遊客也好，還是講日本遊客也好，要找阮啦，其實伊會做歡喜，伊會來無願意的。就是拄着日本人提，我會當講日本話，就講甲伊開講。在永樂市場2樓，住戶與店家大多人過着各自的生活。只是當遊客迷了路，家裡的物件出了問題，原本互不相干的人也會在某些時刻順手幫上彼此一把。這些不經意的往來，沒有刻意被安排，卻也成了今天2樓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其實有時候有些小東西壞掉，所以跑來找我們求救。
然後我們就好，不然就是其實也沒有很難，就是其實就20分鐘的事情就幫你們修一修這樣子。对，就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奇特的體驗啊，因為說真的，就算連我家那邊我也不會跟我鄰居有什麼交流，但是我在這邊我會有，我就覺得這件事很神奇。大家就是在這邊生活的人，對，而不是特別去營造什麼，就是他們原本就長這樣。對，可能旁邊的大哥就是平常下班後生活，他就會來拿衣服在那邊曬衣服啊、曬棉被啊。很久以前有一些阿伯，他們就會時間到了，他就会來這邊跟我買一杯咖啡，對，然後就會拿個他自己的馬克杯，然後剛就進來說哦，我要幾杯咖啡，對，那我就會沖完，然後直接拿去他家給他。我覺得這種感覺是很溫暖，對，就是大家就融入在這個生活圈裡面。就一起在這裡共同生活啊，因為一間店就是你家己的代志啊，我嘛袂去插恁創啥啊，我過阮的生活，伊嘛袂來插阮創啥啊。其實我不會覺得我是店家，我覺得我就是這邊的居民，對，然後我想要去營造這樣的感覺，藉由這間店，然後讓更多的客人是可以來這邊，然後感受到不一樣的魅力。我自己覺得啦，就是說目前其實很多的商圈，它其實是就是類似就是標案型的，出去一個行銷公司也好，公關公司也好，那他們就会有一個整體的設計。那他們在招租，就是說我店家要進來之前，他們其實都會預先審核，會導致他們風格會相對的類似。那他們會有一個整體，就我自己覺得說他們其實說真的，他們的風格會相對統一，可是對我來講就是有點無聊。但是這邊的話，就是說，因為我們沒有一個頭，我們沒有一個組織，我們沒有一個，導致說我們每個人只能做自己的東西的情況下，我們會就是哦，我跟你在拉扯，那之間拉來拉去之後，就變現在這個永樂市場2樓這個樣子。那對我來說，這東西就是它有點就是一個很無序的一個秩序。那其實我蠻享受這種感覺，對。即使引來新的店家與遊客，永樂市場2樓仍保留着原有的生活節奏。有人在這裡居住，有人在這裡開店，也有人因為一杯咖啡、一間小店，第一次走進這座老市場。店面與住家，新與舊，就這樣一起留在今天的永樂市場。而在不遠處的大菜市，另一座陪伴台南人走過不同年代的市場，也在城市變化之中，留下了屬於自己的生活軌跡。我們所謂的大菜市呢，在我們的小時候，它除了賣生鮮、賣一些日常用品之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布行。所以你們現在看到，我故意站在這個位置是，這邊是屬於前蓋講的大菜市，好賣一寡生鮮飲食那一類的東西，或者是日常用品的東西的地方。對面那棟，遐攏布行甲布莊，還有做洋菜的師傅。據我爸爸說，他們那時候在賣布料的時候，那種盛況空前，因為那時候旁邊都就是台南市，它本身就是買東西的位置就是集中來這裡，因為大家都是來大菜市買布、做衫，然後順便吃東西，所以就是小時候前面就有一個公車站，大門口那邊就有一個公車站，大家就是從各處，然後搭公車來這裡，然後就開始他一天採買的行程，或是專程騎腳踏車騎來這邊買東西。所以那時候裡面非常非常熱鬧，他們是連腳踏車都牽不進來的。那等我比較長大的時候，還是蠻熱鬧的，因為我們小時候營業時間大概是從像我們爸爸的店，他大概是從8、9點營業到晚上12點。說起西市場，多數人的印象是假日熱鬧的市集以及不同風格的文創攤商。然而，就像永樂市場一樣，或許只是轉個彎，熟悉的景象之外，又會是另一種風貌。而在老台南人的記憶裡，這裡不只是西市場，更是大家口中的大菜市。大菜市就是綜合西門商場跟西市場整區，叫做大菜市，但是西門商場跟西市场又是2個分開不同的東西，只是就有點像說你去星光三月，你要去吃飯好了，那你也是說我去星光三月啊，你不會特地說我要去星光三月 B2 美食街。最重要，它形成一個市民生活供應的一個場域了。比方說我們結婚，要買要拍金馬就是愛來拍，你要辦結婚禮服服裝的愛來家做，你要辦嫁妝，要買這家具，所以
那時候買大菜市基本上就是到一個很時髦時尚的區域，然後去那邊逛街。假日的時候，這邊就是很多人在那邊花錢，那可以看到很多這個紅男綠女啊，所以家中老累啊。因為我們這邊就是營業到時間很晚嘛，所以我都不知道外面天黑，我不知道會黑到那個地步。因為我們這邊就算走出去，它到處都還是有燈。我一直到國中的時候，我才知道說去那個老師家補習，然後要回來的時候才發現，哇，腳踏車一起出，天怎麼這麼黑，把自己嚇到。因為這裡以前叫做淺草 Market， 就是仿照日本的商店街這樣子，所以它以前是像百貨業這樣，不是每一家店面都一樣的，它就進來有賣各式各樣的東西。在日據時代的時候，然後我們西門商場是一個回字形，然後回字形就是內圈，然後跟外圈，內圈外圈的中間，我們屋頂2樓的地方做一個加蓋，這樣子你等於24小時，還是不管你什麼天氣，你都可以在裡面逛。然後上面都有那個透氣窗，所以來大菜市就有點像你去百貨公司，你可能服飾店逛一逛啦，然後飾品店逛一逛啦，然後原料店逛一逛，然後再去吃個東西，然後買個菜，去超市買個東西回家。所以來大菜市這邊，你就是像逛百貨公司的概念。而緊鄰西門商場的西市場，在興建之初，同樣代表着當時嶄新的消費方式。這座造型前衛、亮麗摩登的建築，是全台第2座現代化公有市場。從山珍海味、蔬菜水果到百貨與舶來品，各種商品一應俱全。據說，就連市場裡的攤商也穿着白襯衫、西裝褲招攬生意。對當時的台南人來說，來到西市場，不只是採買日常所需，也是走進一座城市最新潮的生活風景。都是日本的攤位，賣日本的東西，像日本來豆椒啦，哈，還有這個味淋啦，啊，還有這個各種醬菜啊，啊，還有各種這個調味品啊，包括台魚片，在這裡都是有在供應這些東西。那這些食材，事實上也豐富了當時台灣民間的這些庶民的小吃，像牛肉，我們現在台南市熟悉的這個牛肉湯，是日本人開始在那邊吃牛肉，這個牛肉是賣給日本人的，可是台灣人就學日本人的吃法，然後加了熱湯，加了醬汁，就變成台南著名牛肉湯。那這裡這個醬汁這個概念哦，日本人用的最廣泛，所以你看台南市的食品，每一個都加了這個調味料，加了什麼蘸醬。如果說西市場豐富了台南人的餐桌，那麼緊鄰一旁的西門商場則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度過生活裡的重要時刻。以前的布街是在民權路，然後民權路布街非常非常繁華，然後非常非常熱鬧。那時候不是在打仗嗎？那我們這邊就算是日本的殖民地嘛，打仗一定也会被丟炸彈啊。所以他就去丢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丢民权路。那民权路被毀壞了之後，那些布商怎麼辦？就往這邊跑。然後後來因為這邊集市了之後，然後就越來越多很多人，因為食衣住行啊，布料就是基本會需要的，所以就慢慢的布料行業就越來越多。那除了布料行業以外，還有布料相關行業，比如說修改的啦，還是服裝材料啊，他們就會在這個周邊一起產生這樣子。所以你們現在的年輕人就很難想象說，為什麼會有一個這個地方這樣小小的，然後人可以多到這個地步？因為以前沒有成衣啊，過新年是不是要穿新衣？那你要做新衣，你就要來這裡買布。那你媽媽節、母親節是不是要送媽媽禮物？那也是買布。不管是男生女生，男生就是買西服。那我們這裡面的店就有專門的西服店跟專門的女裝店。然後以前這裡面還有舶來品店。而且根据我爸說，那時候那個他們賺的錢是沒有辦法數他們直接是用那個茄子袋，然後錢就放進去，太懶得數，直接拿去銀行，請行員幫忙數。他們賺錢是這樣一桶一桶這樣子賺很可怕。
有人就說西門商場等於涵蓋人的一生，因為你從出生兒的那個嬰兒服裝，然後到你青少年期，你必須要定做制服；結婚的時候，你必須穿那個結婚的喜服；婚禮需要用的東西，鳟啊、灰啦、帶路雞啦，還有那個臉盆啊，裡面有鴛鴦啊。他結了婚的時候，你就當媽媽了，母親節你就會來這邊採買衣服，然後你又生小孩了，是不是又有下一代？到最後你老了死了，謝謝，這裡也有壽衣哦，好，就壽衣挽聯啊，什麼都有。所以它西門商場等於包辦了人的一生，你的這種醫療類的這種需求，還有相關的這種需求，你在西門商場都可以買到。所以人家就說，我來大菜市就是什麼東西都有。因為我19歲就出來做生意，我大概不知道做了大概3、4年，成衣就進來了。那時候就開始有那種什麼南門商场啦、主婦商场啊那種東西，就大量的有没有？慢慢的，你這個市場就有被衝擊到了，然後定制的人就越來越少，那師傅也越來越難找，然後慢慢的就消費形態就改變了。成衣普及後，定制服裝的需求逐漸減少。西門商場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擁擠，但布料並沒有離開生活，只是人們來到這裡的理由隨着時代有了變化。曾經人人都會經過的市場，如今成了有需要的人依然會專程前來的地方。畢竟西門商場是南台灣最大的布市，有需求的人大家還是會想到說要來這邊找。那我們的這個整個商場也是一樣，他們就是配合說客人的需求，然後大家慢慢的去轉型。像我們這邊有那個什麼婚紗業，它必須要場地布置，還有那個廟會啦、歌仔戲，然後那個布袋戲的那種各種特殊布料哦，就有各種需求，那大家就紛紛的依照他們自己的興趣跟自己的專長，慢慢的去轉型。所以，我們西門商場你現在看起來好像說哦，沒有像以前這樣人這樣子摩肩擦踵這樣在中間游走，但是我們的人就是現在應該是說，以前來的人是逛街的人，現在來是需要採買這些東西的人。我們從10幾歲那種小朋友，到那個80、90歲的年紀大的人，他們都會來買布料哦。還有那種國小生，他們就會自己做自己的東西。所以年輕人現在也越來越多，哦，就是說他們會想要做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像這樣的客人，他會在這裡流通。那可能說他的朋友看到，哎，你怎麼那麼厲害？那我也想做一個。所以呢，可能就會這樣子，慢慢的年輕的族群就會越來越多。像我們西門商場現在有配合市政府的那個工程整修，那也是為了說，在這個地方呢，保持原來的樣貌外，然後可以讓它更安全，然後更整齊，然後更明亮，然後讓大家可以在這樣子的這種氛圍，像走進去西門商場，你是走進一個完全不同的感覺，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時空的感覺，整個很慢活、很舒適，然後很悠閒的這種氛圍。其實我覺得現在真的別的地方很少看到這樣子氛圍的地方，所以不要說別人啊，我們自己就很珍惜這樣子的生活環境，所以很想努力的把它保存，這種感覺繼續保存下來。市場裡賣的東西變了，人們使用空間的方式也跟着改變。永樂市場裡，新的店家走進原有的生活空間，與老住戶彼此交錯，也一起形成這裡獨有的樣貌。大菜市裡，商家也隨着不同時代的需求，一次次調整自己的腳步。有些地方不是維持原來的模樣才能走過時間。當一座市場仍然可以容納不同時代的生活，它留下的便不只是過去，也是台南持續向前的日常。